林队长，他那高手后本来往起一笑，众邻居当即作证，吴二郎是这刚到嫂嫂，你如果当了两位高龄的面呀，把自己的手指手尾老实公照，孟儿我须能宽恕给你。你是地雷不着啊，而孟儿这去刚到就要杀我牛仔，哦呀，我牛仔，你如果找吧，俺杀都地落一场走。看见你啥体人啊？发节奏，我牛仔。哎呀，你腹中的张面孔杀气森森。假使我不着的手里真的差一打就落地，死得个哩哩。是个我牛仔的说啦，说闲话当中带有或许可能不杀我，所以拼命喊哦呀牛仔。老张啊，英雄，娘上老张与破镜里这边入宫。好一下英雄好汉呢！我们最近听见对阵之扶松对弟弟，对阵扶松口口大丈夫各自真是光明磊落。哈，后句冇得么用，我真情天得必报，死对铺好，对阵破镜里口口知道吧？不知道马上就杀。这么难呢？交了以后，那破镜里该杀不该杀，看那个责任。不该杀，我可以相信，扶松不会杀你。三月里现在来了王法前头跨出了一步，你干个事体还是按照王法做事体。不该杀不杀那个，除非你责任严重，该杀你要杀。你听你闲话，或许能破事于你，因为或许两个字啊，就是说明不是扩大伏笔耶。那判决你个生死正法是按那个责任轻松，知道吧？上上是你与我交吧。我牛仔，不晓得隔壁个黄埔啊，就说你个些辰光听上，气势扶松个刀花，刚到恢复国家头前那个风，你好干，三度我背后差一刀都要落地呀，对到我来听鼻子上冷啊不来三个。现在就说你听上，扶松好人都落了水里，空好你不够杀该。谁是讲吃子我们呗？当子公子有理有子都我有，那还是那哈不枉法嘞。那你让别看讲，别判经理家那么多，到我们里去个，找不到个，你找不到个。你一叫你立法者，四分钱啊立法者，我王部还要还下来，提醒你。根本那个十步啊，你不想想，你举了啦，那个落金丝咧，扶松记了，那个记高了，就说你忘记他。哎呀，大娘子啊，你不能后里后头往脚一看啊！夫妻是必定有其事啊，各种是四倍重大，八字黑事，卡都卡不脱个。没啥天赋，你往脚一看有啥落豆腐是一个花脸子。我从一听哦，搿只水刀边上一打起，搿只水对着王府面孔上，你教授教功，啪！一记耳光，搿记耳光好看噶，当老虎个英雄哎，啪一记嘛，牙齿两张，对准台家里，嚓开进去3分，那什么3分？靠得个啥部血啦过来，哎呀，啊不你，哎呀不是，那是阿弥陀佛不听说，嫂嫂是，讲话。哦呀，这什么叫吧！你打喊我别讲了，尸体3个人谁问？现在西门庆人不客气，那么忙身上抬，对不对？
今朝我前女家，前女过了天了一道事，难想太冷我身道。四大神剑难敌来，后世宋十手敢当。瞧吧。茶身和光世事杀气深，吓得我失了魄，落了魂。我上天福楼地无门，别怕我受尽把口公身。到那个地步，我哪敢不着？不过该子这样许多乡里喊我找出来，哪种人？是非将为天理起。谁以牛来是好根？是了，俺偶尔出差别兄之事，怎样叮嘱你？必后人理，你愿何不听？我听子那个说，阿不已经讲的俺一样，难怪将我李子飞跳，我披上一跳，那么跳得好。做给10岁把老人打忠良，欲望成为的西门城家头跌下为是心。跟你天理不当心，作对逻辑，刚才打到西门庆头了。我晓得个人语腔话的不是好人，我擅自作对，不做生来理想去门关上回答对了。还是不是的，哪有修为这个？都是这什么？哎呀，真是会老神你！我很少忘不忘，前日都记账。他趁此后晚来吸引真30个什么30个什么玩意？哎呀，大娘子啊，你真是把这名推在老身的身上意，真不怪你呀，真不怪你呀！老身什么想干啊？当初我与你送中出个银钱，我哪位神识西门庆我？哎呀，人家西门庆人家自个上得起哇！谁说老身从中走一个气队，假使你潘经理上得谁真距离们，不至于随便上当啊！你骗这个面孔，什么？骗这个面孔，什么？你这个什么？吴宗起都被轻轻就对正是王伯同公兄，阿弥陀佛，我说怎么样？阿弥陀佛。杀了胡松，那是你不许讲，很清楚的。现在2个杀人犯，大家我个罪名上推销，尽量改轻。那些人光胡松的刀郎等分量，杀人最严重。不许同意，一个一个讲。上上，你叫下去。这个什么呀？
李下来，你喊我带你茶花店里向，十句牢笼劝他。三季受意，来赶出我，骗我到沙房十封信，记着他做一个出征人心神。我是一年之差，差到底。阿慧一日随杀身。嘿，莫理吃的，亏你我一江的人，小声一句。是。俺的哥哥怎样谁相听？大难分心难忍受，这啥也不知是非莫为，胡东郎得到心够得来，他打沙饭真开门能。各大茶壶店里乒乒乓乓把门西门城，他就做家务你，在我胡同浪对兄拉拉两家大难事，的大生意鲜血喷。好啊，哥哥这光个武术听几位了得。听你这里讲，西门庆拉我阿公两脚，哥哥两脚才给我贴了胡同身上。得听潘经理口口，好，阿哥你本来不至于受伤，口里谁贴了你身上，脚下那去。当今我也想打，我哪拉的是我毕竟女流之辈。我当时接得风举起，接得风大浪，今晚门我双的是风来引。这大难日，枪血淋漓，男一女，他不是神人同生生，对牛你早日之家门。上手叔叔，俺弟兄长怎样死的？呀，叔叔，我们夫妻一向都好默，送非身，一女家的黑脚真。嫂嫂，叔叔，我不问你夫妻是情义时候，是哥哥怎样死的？啊，夫妻是相见手柄。嫂嫂，叔叔，你后查些什么？俺母儿叫你恭喜什么？你在哪里朝夕什么？你再不找母儿这边赶到就有。我牛仔，我牛仔，呀，我牛仔。怕你！我操！老老实实走去。啥的拉来拉去，你夫妻们难喝了难喝，潘经理这大个打你哈子。呀，我牛。红色的照相拿去。我是今
呀，再举此情待真身，我是无迷不言真情。十余心人，我是怕乃叔叔走来再跟举女，所以我喊王母喊西门庆来商量商量。不晓得西门庆赶得来谁不把压不我？你说难去不能糊涂浪吃，一切就为好。当时进入当时的烧药，楼里下的是一把毒药砒霜。哎呀，大娘子啊，你真是把死在太太老是一个人的身上啊！呀，叔叔，大郎此死不是死在我的水中的，不是死在你的水，难道死在我的水吗？哎呀，你不老久啊！现在不西门庆啊、王母啊，不到毒药，太多是伤药，你结婚，你结婚，你婚啊！你不老久啊，都对呀，我来讲，我来讲。我这里不让他依在手下，是这么糊里糊涂啊！大郎就是都是死在我的水中啊！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晓得是一包砒霜啊！你一口子到流了，亲自接毒药。亲自都要，哎呀，我家大郎最近动他8天8地个火气呀，谋杀亲夫，一个子手脚勾定啊，撇他个啊！真正的天之所而去，望风飞扬身，两人交不到，再多也无心，你好狠心呀！我有3个，我是帮手，我有3个，我发誓的。不过我个帮手是我的是背背负内呀，大郎我的死在他手，我的死在他手。曹操是王不收工，话是你么？还是他说呢？别拉，别拉，拉不得个！我这个我记着，你拉不得个！阿弥陀佛！啊哇！什么？是招下带去，交去！现在拉不得，王不厉害。你自家说人是帮凶，一看我伤，呀，叔叔啊！我也是不得把亲夫，我个谋杀亲夫是一时个不得呀！我听从西门把我你身把披上，清水寄来清水喷，都要披上几号事情挪到上面的，我还糊涂浪吃，糊涂浪哈子一口的随便那边去，说这个牙苦的了。我是好个牙齿苦，加2牙苦口，难吃下去，血不会痛，上马上就好难吃吧。我故意美女来红皮，那大郎是把砒霜拿来一口吞，他总以为一副体育把别人称，可怜我多呀砒霜，活多一口而尽。我真请让落口供啊，听到个大，对待起来带上口经理口口。你或者随便能想不到，那个娇滴滴的女子是一个故意的杀人犯。遥遥的不想听你再叫我去，附送爱情的话呢，就算还会点不要，不想放的，好，熊羊张扬，你手持公招，你那分手子，一个手砰，啪，他那个刀柄上啊，就像杀刚一家英雄手上那么震，你晓得阿哥也死了，而且死了泪水里的，心就明白。还无非个伤眼睛呢，倒是丁老子判决你个头，可该辰光个判决你呢，到不想放在这个歇歇不走头来对付松口，你呢
你手设想个哈，早点让我一口气交完吧。杨叔叔，当前多压砒霜，糊涂郎一口气喝完之后，隔得500几花荣光。西门庆压在地里个砒霜石头灵感，这口气糊涂郎2个手风老子个东西。他给上撑得给人力，汪啷汪啷海痛。哎呀，我一口这样个经验，我想假使不能终于向你听见不得了。我要就拿点皮头单针斧头浪头浪向砰一盖么单针皮头浪一扫，不晓得斧头浪啥上话来个气来，梆当梆当蹲在上浪向头么我受不了，拿点皮头在头脱。他把张儿死破皮而恨，拂去飞来迷听，我一口张面孔破，伤伤亲，而且哇啦哇啦海痛，他的500几花荣光里上浪向来困不了，从左上的大在吕北山。做等等人，提出申言，我不忍听。等了吕北郎想嘟当走，大郎在临终期的之日，他抽家一声：“呀，好兄弟，你要与我把水对。”了不得的了！你走到搿搭，从桌上跌到吕背上，抖当住等，阿哥上龙打回到吕背龙，哒两手叫龙掉，搿个扶住个先后那个刀，龙狗，临终期的之日，呀，好兄弟呀，你要与我报水的呀，好像你都屋里听见，我个好兄弟呀，你要打个报水噶，我个好兄弟。气个到水对着潘经理头发了，走扎呀！潘经理吓得要死，头发浪扎大一波扎了么的2只手拼命拿自家对着包子，来回去了，啪，哇！二郎刚到官府，见礼生须分礼，那种乡邻看见是嗨有种往对的我做，有种办不得百姓往相对的杀。除了地浪向个黄布时候，真叫好干，两高头一边把举了浪，现在隔壁人讲掐一刀，你会举得了啦？大往前头一抽，抱了台地哦，阿弥陀佛，不够你，阿弥，不得叫真。好真情，让老开工啊，再人服送，好，大将副官是光明来了，叭。对起来，一口这口气扶松，一水地头，一水接刀，要好嘛，啪！特别对阵工厂上，砰一个木头啊！我这个好一个木头噶，对阵扶松看看，你不要杀你呀！8里了浪啊，是该杀你，你8里了浪，你不要杀你，让你开工交我，工厂钱挂到我们，不讲该吃不准开，那你看了。后经理开工，这些辰光过哪硬帮西门庆，那一旦插一刀，开工不提，砰！后经理杀他，哎呀马有理，英雄你太莽狼了。但是侯真卿对着武松一口啊，不够，为啥？这口就让阿弥杀气，一语非尽，3度杀手，我要杀了。武松是说。武松立在临地，洗刀，把潘经理的面孔上生掐2臂，上手吧！
你好狠心呐！一刚到是王林了体，你还公狗死不空。哥哥啊，归山梦非知西门在临起红西门庆呐，西门庆呀，俺这去刚到要渡你的对龙宝兄水上公公好海小王都头，嘿，把门黑东雨小过年气息的人打必定顺腿不够看，目光上在对正武松口，武松，砰对不住来，对正给了门廊像个偷鼻口口，开门，身体不出来，砰啪，哪里打进那个偷鼻？日困了一下，人家已经杀的。妖精追过来，追到武松半边。都头，西门庆何在？因奉都头之命打探西门庆的行踪。有的说他向东京去了啊，有的说他回老家安徽去了。毕竟何在的？后来我亲眼看见他和衙门里几个当公事的在狮子楼喝酒西门庆呐！俺武松借兵刚到，沾不了你的眼头喽，孙不得屁，爸，我去，接着来是一上关着偷比侬地上的扫射的是哈拉挪过来带着武松几家龙砰一批，武松水不升进去，不着砰一个，都哈拉跳到街道水，头到一张水领后。我看见那个头发一领，这一节子，砰一个水，啪吐出来。带进阿哥个领带上，可被鸡嘴打一挪，眼嘴一摆是尖子，砰一放，俺武后信不得王家官法，能与民生日。我不相信王法能给百姓生日啊！我切去刚到狮子垒啊，占了西门庆的规矩，我再去告他，一状言，并他铁打动静不，俺武后切去刚到，也要断他的
一头龙，李飞血斩得进，那么无风到死之里斩